在我們今天比賽正式開始之前呢、我們有一位大來賓。這位大來賓呢，他也是在新生代的歌手裡面表現得非常好的。這今年呢，還入圍了金曲獎的最佳女歌手啊！各位熱情的掌聲，一起來歡迎陳怡婷。歡迎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美人姐好，志豪哥好，春天哥好，老師大家好，怡婷好，是，我今天要來分享新喜悅了，恭喜哇，恭喜你啊！这个入圍最佳女歌手，對不對？是，謝謝美人姐。算第一次踏上紅毯呢，心情下面感覺？其實蠻開心的哎，而且紅地毯，我覺得呢，在我人生中就是一個非常棒的體驗。但是因為那一天其實下雨。其實那時候其實蠻擔心，就是那個走紅地毯可能會有一些什麼對腳滑的意外啊，對對對，怎麼辦？因為我那一天其實我跟偉忠一起走，偉忠也入圍男歌手，對，然後那天他就是非常的紳士 gentleman， 然後就是我們兩個就一起互相扶持的走完紅地毯這樣。聽說你那天的禮服哦，其實也是不太能夠靠在這個車的椅背上，是不是？對，我那一天其實，在車子裡面，我全程就是盯着，然後那個偉忠他非常的紳士，他就說：“你這個腰會不會酸？啊，不然我幫你扶着腰好了。”所以他沿路就幫我扶着腰，一路上當你的腰靠。對對對，還好你有講對啊，我講對，講反了就糟糕了。那這張新專輯有國語歌、台語歌，對不對？對，我的專輯名稱叫做《一路上的愛》啊，這是一首為我量身打造。我從小喜歡唱歌，然後12歲跌跌撞撞，一直到23歲，就是拿到了明日之星的那個歌唱比賽的頭銜。然後一路上有遇到很多支持我的粉絲朋友、長輩朋友以及我的家人，所以我把它變成一首國語歌曲，輕快的曲風，把這一份大家對我的支持的愛呢，就是分送給大家。是一張台語專輯，但是專輯名稱是國語歌曲。對，然後我的主打歌也是台語歌曲。哪一首？無情風。無情風。好，我們一起來聽聽看，好不好？好，謝謝。
謝謝沈依婷、羅景宏，謝謝。